烦老师扶掉。麻烦老师，小叶老师。那我们看过全民大闷锅的那个单根陈菊，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就是炫富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可耻。我们这些努力的劳工，每天在那边为国家卖命，像个螺丝钉一样。哎，你有在帮我翻译吗？有。但是国家怎么对我们呢？对我们这些勇敢的劳工呢？我们这么努力在赚钱。这首歌是我们的阿毛要写给全国的劳工，包括你，还有毕业大哥，不管毕业大哥你好，谢谢你今天把这一控得这么好，谢谢。我们谢谢毕业大哥，给他一个掌声。这首歌是阿毛在信中走路的时候想到的，这首歌叫做《头前路》，送给大家，你看好不好？来，阿毛。
欢迎威士比。还是玩威士比是 OK 啊。对了，对了，他500的那个是什么？马修威士比啊。哎呀，还有一个那个马尼个那个什么？你是不是骂脏话？我是说保利达比。啊，保利达比啊。妈，明仔来困啦，给你乌便便哦。你这个有鉴定，行啊来哦。安尼哦，我想讲你拢，你用手赛车。